阿姐，你叫的吧，跟阿我一声呢，本来要在阿 Q 教一下，看一下。奇怪，你公婆的表情，怎么样很怪怪呢？来，我问你，我有写信的本事，做乜个多一汉争来？阿姐啊，你就唔知哦，我朋友挺多嘞，鸦片了了嘞，假片搞回来嘞，故说就耽误了嘛。好嘞，啊，老太，你想要骗我呀？哎呦，马上唔知，你教我全部酒肉朋友呢？哈，你三句呀，都三唔住诶！哎呦，喊我抢你呀！你那个就是讲，你来讲清楚来。讲来讲去，还阿姐厉害，做嘛事情就瞒骗不了你。废话，哼，讲。阿姐，自从我老辈欠人钱，希望自从阿姐让我添饭钱，那么我会帮你读书，读教。好嘞，好嘞，我让你讲，不卡的事情，咱们伢子这个总管，你问伢子是答应爱嘛无意见。哦，都差自从阿姐，让我添帮忙啊你啦。好啦，哎呦，老街莫安尼啦，唔加哈拿赚来钱，你就让阿老太天数去还债呀。哦，好，我落去拿。呵呵来，钱哪里？阿爸阿妹，你用问问阿 Q 欠人几多钱啊？哦，对哦吼，嘿嘿，跟你冇讲吼，来想啥唔记得。老太，来，我问你，到底你欠人一多钱？夹你人个就是讲，让我讲到暗呢。等一下，阿姐啊，这个哈，迄嘛啥讲法啊？就是我个心肝子啦。阿姐，你冇这个骗人的吧？咱讲下来个生意的咩讲法？哎呦，伊就唔知哦，佢唔係生意的呢，啊，唔係，佢係生意的啦。嘛该吧，阿姐，你同佢讲嘛该唔系生意的，系生意的吧？唉，三弟人嘅外省的啦，哎呦，就係挨佢拉的啦，當地作當叫做田螺子啦。嘛该呀！阿姐，你讲天咯，讲妖怪啊！乜干到妖怪哈？哎呦，係神仙呐，數來投胎嘅呢，佢本係呀就做心肝子呢。按稀奇的事情吧。做得靠天咯，趁钱，真是世间一奇事哦。哎呦，真好嘛！你打我心肝子的主意呀，哈？改在哟，我来以为让我提醒啊，喂，到底你是欠你一多钱？你夹，老爱就是讲，阿姐，我欠你好像100两啦。阿姐，你不爱钱啦，我夹落去还你啦，再让你作业嘞。哦，100两哦。阿妹，阿 Q 啊，佢係骗你嘅啦，阿 Q 只有欠你50條。
呀，你很厉害哟！你呀，求抢你一刀钱，讲佢全地嘛，果然就会神仙来投胎哟。阿妹，唔但抢安呢，还有哦，两个钱总得分阿 Q， 爱阿爸退阿 Q 还钱，阿莫阿 Q 佢拿到钱，那一翻本就唔会转来了哦。爱讲天路啊，你用这个爱用好好命求哈。阿 Q 啊，我只是讲实话。好好嘞，哎呦，鬼仔呀，用我嘅心肝子呢，让我啲古典呢哈。好，来，老太，我问你啊嘞，到呀哈，你莫啲同白脑筋咯，讲，你前呢看马沙街，你让我就是讲，我真系有个机场让你听书玩。就到底总头嘅阿基哥啦。安尼嘿啊，嘿嘿，老啊，你看到吼，就按你总头嘅阿基嘅啦。爱弟啦，阿爸，请等一下。阿妹，你退阿 Q 还钱，爱老佢讲条件啊。哈？谈条件呐？错噶，阿妹，唔是量诶，唔是小数目，爱请阿 Q 照顾我，安样阿爸老阿妹怎唔会因为照顾我痛甜？哎呦，对哟，家下我真嚟讲下来，再讲呢，也唔係一般嘅死人呢哈。哎呦，冇好啦，我媽唔掉樣辦照顧你。阿妹，我兩晚出同條講我用辦照顧我。好，你講。阿 Q， 你放心啦，照顧我真簡單，只愛半夜後男愛出去打滷水，然後啊喺旁邊批判我，阿莫我會驚幫人偷男走，你偷出來之前，將我男你去屋地背就好咧。嘛解吧，還愛陪你當滷水啊，也唔就也成法了咩？阿 Q 啊，我按樣嘅想法，你清官了啊，因為你都說你是頭。對呀，阿姊呀，無愛啦，我唔曉得照顧啦。家天老子講的對呀，你從這啲亞神法的人哈，哎呦，也完全輕視下你，你那唔答應吼，我就唔讓你完全都這樣事哈，你呀就幫人打數打腳啊嘞。好啦，阿 Q， 我係替老你聽書呢，我他等你，你怎麼用本人情去度狗？還有啊，阿 Q， 你每日都要替我洗身。洗身很簡單，我呀就攞你鑊一滾水，撈你滴落去，阿牛鉗就洗好了咩？哈，安樣洗，我就洗體你啦。阿冇用板洗啦。阿 Q， 你將我男你來了後，將我嘅田螺學出走，安樣再替我洗身咧。你放心，我會幫你當無限嘅，我冇時間出去也有嘅。對喲，嘿嘿，我看你會變乖嘛，還有啊，還有吧？當然啦，我老你講，你要好好照顧我心肝子哦，給你那冇照顧好啊，我來那人嚟講，你來欺負佢啊，到時啊，唔就該寫的吧？對啦，全天下嘅人就對你屋企啊喺度。我你在講嘛啊？啊，冇，阿姊，做嚟搶痔瘡，老係太危險了吧？安尼好。
土生地方，一世不欠无烦恼，世上孤单风中草，多少无奈说付诸，父亲气孝路一生，尊孙故训念心深，风发归不出门，路以心灵托生命。父亲从难强硬，对路以百般气孝。父亲上为了爱有难定，又在偷了后车，乃知后娘并未救下一男。父亲过世了后，后为对我更加百般的欺负，将我视为严重大。上一次向母亲过世了后，就无意做得人爱讲心事，也无意相爱咯。两个本爱穷生，后悔了心烦的世界，就去庙都拜拜。大拜归正家中的途中，看到他一家为了生活按摩喊得多，想想自己其实也是幸福的呀。来办法改呀是啊，老用啊用啊，今日哪来面哪送啊，希望啊梦啊。来路人啊，梦啊路啊，脚步啊险啊，全为山啊发达，彩梦啊路啊。头上土灯天罗线，爱天罗线。天罗爱神盼身边，他那身边。今日嘅事来斗闹热，斗闹热。喊了嘅是八月天，八月天。阿 Q， 你看，这边有一位姑娘呢。真见佢呢，还对外头嘅笑哦。阿 Q 啊，佢係對外笑啦，幾對外笑啦？佢係對外笑。幾對外笑啦？阿 Q，佢明明就對外笑。你也好嚟啦。
你迄只田螺呢？爱迄人呢？你唔对我笑，我对你只田螺笑啊！哦，好啦好啦，阿 Q， 那么啊，你去问一下，家迄哪家姑娘啊？没错过，含伫那家姑娘，因两三只头个上涨，我来问看啊。阿总啊，请问一下吼，家下你家门这只姑娘，係哪家小姐啊？记哦，亲家小姐秦如意。呀，係陈家小姐哦，你哋用咩地基係马啥咯？哎呦，凤板啊，你就唔知啊呀！陈家小姐呀，伊对神明起信心，伊呀都到庙都常常去拜拜，拜拜人得3万认识佢啊！哎呀，都我老记啊，无个太小姐个脾气哦，佢呀看到你要地很少，地很难，做人亲好，亲有福心界。安用心啊！是啊，二三弟啊，那亲难得个千金小姐啊！哎呦，我当无闲咯，我爱成就哦。哦，什么你哈阿总诶？阿孙啊，你有听到无？陈家小姐陈如意呢？陈如意啊，阿 Q， 呀姑娘哦，我有介意，我希望讨佢，而去人来讲亲啊。天咯啊！阿 Q 我就照顾你是男人的呢。再讲啊，为了照顾你啊，老我的青春全部耽误咧。你也体谅一下阿 Q， 是唔是？你要问阿 Q 啊？呀，这姑娘，我要中意呢。阿 Q 啊，我一看到佢啊，就感觉佢与众不同。再讲你看佢，虽然讲佢看起来是快乐嘅，不过莫名之间，煞有个忧愁之感。本人起了怜悯之心，我也想爱好好照顾了佢嘅想法。阿 Q 啊，拜托你啦！哇，呀神仙头头嘅，果然就无强用，按厉害的多，按用就本人看穿家嘅心思。好啦，既然你按中意佢，嘅，你就来讲看下咩？反正啊，人家也无会讲伊一只田咯。哦，好啦，阿 Q， 该你是冇搞怪哦。唔会啦，用办讲伊就老爱强用，爱用要搞怪。再讲，那要亲小你。哦，好啦，阿 Q 啊，你冇输气啦。唔错无？要夫人太师，我也爱做主啊！你先转落去，老爷没讲。阿 Q， 唔是啦，我父亲用钱啊，一天要答应我这家爱嘅粉丝，等人讲好些，人将直接转去讲，我嘅父亲用钱唔系烦啊欢喜。讲嘅咩有道理哦？好啦。一生啊，高了不难，
有何事过到个好日子啊？乃弟啊，老爷三命断，你留下个前妻供介怎么嘢？来让我抢家产，我看见哦，每日啊，个哀怨怨啊，个叫到当财哥，我实在看到很得人闹啊！唉，那还有机会哦，我都想办法让佢救出去。陈夫人啊，陈夫人啊！哦，陈夫人啊，恭喜你哦！请问你係乜人啊？我老你冇出事啊？陈夫人，一下冇出事冇要紧啦，等一下就出事了吧？哦，我請問你有乜個事情啊？陳夫人啊，我弟吼牛怎麼嘢？我替來講情。哎呦，兩位英雄啊，你我嚟講錢的啊？錯吧？什麼嘢？我非常中意。哎，你啊，老愛乜嘢啊？咁乜長條嘢？哎呀，陳夫人啊，你誤會了啦，唔係我做嘢死咯，係我愛神的啦，我來推我愛神講情。係人愛神嚟哦，原來如此啊！佢竟然佢到死啦！放心放心，今年20歲， 20歲，誒，個人品樣辦啊？人品哦。天下萬法，無人搶救也種人品呢。哦，咁樣哦，係哦。唔知佢乜解太娘太香啊！哦，大啲嘅機密嘅國家公子啦，就係傳說中神仙來投胎，叫做天羅子。啊！咁樣哦，誒，好咯，仲算啊！做得老一集眼中當那個出頭去哦。有講乜個神仙來投胎嘅天羅，你阿伯啊，仲算啊，不過陳如意有好事咧。哎呦，咁樣啊，我家庭哦，雖然講思想是一開花啦，不過我咩滿格嘅意思哦。哦，好，等你等你啊哈。